第四章，我为主受关的苦劝恁，既然忘掉，行事做人，就着甲忘掉的运相合。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吞忍，用疼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出力保守圣灵所赐，合而为一的心。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拄拄亲像恁忘掉，同有一个愿望，一个主，一个神，一个洗礼。上帝就是众人的爸，超过伫众人的顶面，关乎众人的中间，也踮伫众人的内面。咱逐人蒙恩，拢是照基督所量互逐人的恩赐。所以圣经顶讲，伊上到关天的时阵，努力对得，将逐款的恩赐赐互人。既然讲成就，减无成降伫地下吗？迄个降落的，就是完成诸天的顶面，要充满万有的。伊所赐的，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甲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直直等到咱众人伫真道上同归伫一个，认捌上帝的囝，得到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忠诚的身量，互咱无搁做细汉囡仔，中了人的诡计，甲欺骗的法术，互一切异教的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探逐项的异端。只有用疼心讲诚实话，凡事忠贞，连伫元首基督，全身拢靠伊联络的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各体的功用，彼此相帮衬，就互身体渐渐增长，伫爱中建立家己。所以我讲，搁伫主的内面确实的讲，恁行事毋通搁亲像外邦人，存虚妄的心行事，因心地愚昧，甲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，拢因为家己无知，心内公义，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恁学基督，却毋是安尼。如果恁听过伊的道，领了伊的教示，学伊的真理，就着脱去恁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这个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，渐渐变歹，搁要将恁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成就新的人。这个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做的，有真理的仁义甲圣洁。所以恁着弃绝白贼话，逐人甲厝边讲实话，因为咱是互相做肢体，受气却毋通犯罪，毋通含受气到日落，也毋通甲魔鬼留地步。将情偷摕，毋通搁偷摕，总着努力，亲手做正经的事，就通有剩，分互遐个欠客的人。污秽的言语，一句毋通出嘴，只要随时讲造就人的好话，互听见的人得到利益，毋通互上帝的圣灵担忧。恁原是受了伊的印记，听候得赎的日子来到，一切苦毒、恼恨、受气、哗哗嚷、诽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
拢对恁中间拄去，各着用温慈三款态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拄拄亲像上帝伫基督内饶恕了恁一样。